屏东县竹田乡有一座跳台村，因正跳台有2张是个手间，也100年来变啊是把有名哦。这只个创作是南台湾的米仓，那是6队天气美国测量买卖的13位所，利用龙江海的水路，推挖到东港海到东港接泰船，卖去中国大陆。故所提跳台村旅游赛里边内陆河港，按到太太港。都见状况还有位置哦，韩国有帮人2比8公警视厅也到。屏东县政府沿丝路归出间内来证实，想要来重现给当时的历史位所，来了解跳台村同太太港的故事。跳笛这2个字又不好写，又摸写哦，又唔着用个读，有啊用唔就读。在延边咧跳塔，哦，伊可能好念啦吼，希望讲跳塔。未歹讲跳塔，咬唔到清楚。行业跳塔村太鲁村的排业，特别下蛋主因符合跳笛，受骗人会将跳塔念做摇摇，也特别做得讲係全台灣比劃千複雜嘅狀態。當佢哋出一啲米，都出米嘛，但係塔是呢，他話講塔嘛，一捏一啲米嘛，都出米入米嘛。就是买卖的意思嘛。一條彎彎的河壩係龍江海，佢將富權土地對東岸鋪做南北2隻莊頭，一隻係太太莊，另外一隻莊頭係路內。河壩面接最頭擺人講太太港嘅內陸碼頭，這個下去流到東港海出海，早上也特別係6隊天氣嘅美國參與買賣，甚至老主講移民嘅起點。咪能睇一種嘅部落同鄰鄉嘅2個部落，對大陸移民過來也響嘅時都對一個太太講也上岸嘛，上岸嘅時都往上又一直出去，所以太太種也係我哋客家6隊呢發源地第一個站。喺我哋佢6隊嘅地圖當中，我哋前後左右中前鋒，以至也做嘅是咪要喺我哋龍江海，對後對人哋過來，特別人哋溫大人頭東係所講嘅跳塔，嘅冧狀人哋下來，也所在有嘢水頭，嘛係嘅山川匯集嘅所在。移民開墾仲順定河壩來下。昨天6隊天氣清早開墾嘅素材，咩中隊嘅核心，對老師嘅地圖來看，龍江海開發同6隊圖內嘅相幫相睇呢。昨天特別按照頓活，做到清朝時期對東港落來嘅貨品，係先頓到也，再個最多其他素材。囤積貨品嘅地方，如果塔講嘅片，有安嘅歷史可以接觸一下，所以我們都也應該係按呢由來塔講咧，有位地方以前係我哋竹田，也應該講我哋6隊最先開發嘅地方。塔講對我哋佢嘅6隊文化嚟講，伊是一啲水文古都嘅一啲氣頭，包括伊睇文史堂講加油嘅重點。睇我哋佢嘅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做馬愛屯我下邊非常搶下見批重點，伊是啲年頭，包括我哋人文化價值嘅北公田啊，譬如我哋警視廳。屏東縣政府隨同水岸綠廊水環境整治計劃同夏威夷整治嘅經費，對太太港歷史範圍徵收包含百年2比8公同警視廳，現時工廠已經開工嘅，一2比8公係幾廿百年前為咗保護族派嘅在量買賣行船嘅安全，將建立嘅清早係大沙股經過3隻集團嘅發展，將變做近邊年嘅6國田8國廟。其實一條拜都清朝時節，超一條一隻嘅，用一啲石頭我哋拜。過後嘅時間呢，一個唔可以係後背呢個生活嘅嘢嘛，本來就係生活嘅嘢，用一個石碑，嚟再嚟拜。還有呢，民國69年，能多一個6國田嘛。頭2比8公順康警視廳，除咗表現警文愛惜文化傳統，前提片嘅係佢其實有3層，前3個係觀音塔，
对老相片同老早口述历史来看，应該係同日本書嘅大正8年，也在1919年，日本人同塔塔港遺址作水門過後爭起嘅。聽上邊人講嘅，做入水門以後也叫我順西族嘅香港人像水門像老虎作樣嘅地方叫我順嘅香港人算是改多啦過後體育現場來看到我做一個建設田，建設田做好嘅後呢，以東方第3層就會有服侍一個觀音嘛。觀音主要目的，係我嘅想法啦它是有一個鎮煞嘅作用喺地擺因正兩江海附岸做什麼政治好勢，當年的建設田就像比賽騎他用的打架，咪變做當天嘅特色。因正冇影響到結構安全，跳塔村長李鳳貴希望照佢本單用嘅去修整做好。因正對建設田嘅工法，看得出做上嘅師傅喺同冇板模嘅情形下，用手工去結咧，現代泥水師傅冇天出做得到。從一個角頭你看1、2、3、4、5嘛它這個角度啦你看，它這個手工有多細呀要手工蠻幼嘅呢。屏東縣政府喺到1805年嘅9月咧，將兩邊北港同建設田列作族田唯一嘅有形文化資產，採啲希望結合其他族田景點，涵蓋傳統西莊頭發展。第一步，我嘅目的，要整理一個建設田北港以外，以周邊嘅自然環境景觀，這些重新要把它處理出來。所以以後其他就要做好以後呢，我哋希望講配合我哋族田嘅國際慢上一個認證，我哋已經參加嘅台灣嘅一個聯盟，喺屏東縣第一個國際慢上，以後呢可以喺我哋塔塔港啱冇頭嘅時間，也算連啱頭嘅時間，喺日日頭落山嘅時間，係嘅開業我飛。水運同區域發展有關係，雖然塔塔港冇路頭擺好講見呢，不過大埔北港一啲文化資產同未來潛水工業保留等地方嘅人文特色，按用老祖公開墾嘅故事，就會繼續傳承下去。